咱们就不能好好谈谈吗？咱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觉得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对我来说，是最重要的事了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，你当年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了。 来了。心情不好？没有啊。你尝尝，肯定是涩的。雪山日出直播，哎，这个点子好啊。但是你前2天不是刚感冒吗？身体能行吗？雪山上可冷了。我没事儿，你那天不是给我那个药小金牌吗？我后来吃了之后就好多了。好吧，你是我们的金牌小主播啊，关注度就靠你了。靠我？嗯。那我有什么奖励啊，奖励啊，那个大奖励现在资金有限，回上海啊。小奖励倒是有一个，这个小金牌时刻准备着。谢谢，谢谢。茶涩了，多泡几道不就好了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自打我认识你到现在，还没见你服过输呢。你就这么了解我？除了我，没人能看懂你。狂妄。不是 boss 啊，咱们看日出，我觉得也得凭运气吧，不是每天都能看见吧？咱们从上海出发到现在，虽然小事儿不断，但是都是有惊无险，就说明啊，好运一直伴随着我们。所以我相信，雪山日出一定会圆满成功。干杯！一定能成功。干杯！你们都虽咖到极致了，肯定运气该来了。你别乌鸦嘴。小天儿。小天儿，小天儿，估计高反了，快，背上。慢点，这个严重啊！醒了。我怎么在这里啊？谁知道你去哪儿了？回来以后就一头栽倒了，应该是高反，就赶紧把你送到这儿来了。小心点，你在这边不能有剧烈运动。我知道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出去溜达溜达。楚总送你过来的，他也不舒服了，在旁边搭电梯呢。啊？2个大男人倒下了，真丢脸。香格里拉是高原地带，你们刚到啊？
有点高原反应那是正常的，没事啊，喝着红几天就行了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真没想到，在这最关键的时候，我掉链子了。嗨，没有啦。我听说在高原上不能剧烈运动，因为需氧量大。喝口水。我拿着捂捂手吧。也不知道小天怎么样了，一会儿你们去看看他吧。嗯，一会儿咱们去。啊，一会儿去。我去帮你倒点水喝。哎，对，刚刚你有好多电话进来，我也不方便帮你接，你赶紧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。别乱动啊！金小天，没出什么事吧？不是，我刚才真的有点高原反应了，现在给人抬到医院来了。哦，你这个小帅哥怎么不听话呢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让你好好吸氧，对不对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这个老人家说的话，你还是要听的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行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黄雄没有犯罪记录，也查不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啊？没有任何可疑吗？那行吧，我知道了。朱总，谢谢。新月今天不来啊？丽丽说她不想吃，让她休息吧。哎，新月他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感觉他到了这儿之后就一直怪怪的。谢谢。我借着这个酥油茶，敬大家一下。我跟小天的这个高反让大家担心了。我们的旅游团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大家一路之来对于我和团队的帮助和支持。预祝我们接下来的雪山之行圆满成功。Cheers！ 来，欢迎你们。好好喝。坐下来吃吧。朋友们，咱们白色阳光的特色菜都在这儿了。刚才给大家盛的这个汤，就是老板亲自做的天麻炖鸡，尝一尝，这个汤怎么样？哇，好鲜啊！哦，那就多喝点，多喝点。来，再来添点。谢谢。来，小天哥哥，你快喝呀，这可以大补。快吃啊！哦。月月，这一次永不分离。爸爸，我终于来到了香格里拉，我多希望奇迹能够出现。你对我说，雪崩以后你躲到了世外桃源，我这次能找到你吗？哎，熊哥，我敬一下你。感谢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白色阳光客栈，站如其名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阳光。谢谢。好，喜欢就好。
来，相识就是缘分，为了我们的相识，来，再干一杯。谢谢熊哥，谢谢熊哥，不用谢，应该的。我这还没吃呢，就灌个水饱啊。来留点肚子，吃饭。夏夏，直播走起来吧。开始工作了。Hello， 宝宝们，这里是夏夏，大家晚上好。现在我们就在我们下榻的白色阳光客栈里面开始吃晚饭了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些菜也是不亚于5星酒店的水准哦，因为是我们客栈老板亲自做的。对。熊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白色阳光的特色菜。先从这边开始。来，这道菜呢叫油淋鸡枞血当地特色的。当地特色。这个是腊卤牦牛肉，这个呢就是刚才各位喝到的天麻炖鸡汤，是本店美丽的老板亲自做的。我们有请。老板娘没在，大家下次再见啊！还有很多美味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好吧？好，我想大家一定等不及了。好吧。宝宝们，那我们准备开动喽。看看网友的评论。哇，吃这个，好多网友都在关心 Tina。哎，Tina，很多网友对你很感兴趣啊，你不客串一下主持吗 ？Hello everyone, my name is Tina. I'm from America.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，虽然说我是第一次来中国，但其实我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，因为我的奶奶从小都教我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所以我才能说这么棒的普通话，是不是很厉害？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中国呢？不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多好吃的饭菜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喜欢中国的男人。丽娜网友问了，你看上哪中国男人了？是不是在座的？他就是谁呀？我不告诉你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想要知道我喜欢的这个男人是谁吗？快点关注我们吧，这样就可以知道我喜欢的究竟是谁了。拜拜，哇！楚总呢？说是给新月送汤去了。丽丽，是我来了。这是我看你没过去吃饭，我给你盛了一碗土鸡汤，趁热喝了吧。谢谢。这个应该是肖老板给你送过来的，我看放在门口，我就给你拿进来了。丽丽，你之前跟我说你有些心里话，想等方便的时候跟我讲。你现在方便跟我讲了吗？哦，你是说咱们刚到香格里拉的时候吧？你跟肖老板之前认识吧？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但
但是有的时候，相逢未必曾相识。服务员，哎，给这位小姐再倒一杯酒。好嘞。辉哥，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，总能在不同的地方碰到你。好巧啊，你也来这儿？给我也来一杯。哎，好。一个人喝酒啊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你的同伴呢？丽丽，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，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在上海的梦想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开心一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都在。谢谢你，凯文。跟我还客气。那个喝完汤，早点休息吧。嗯，我走了。好。我没有同伴，我的同伴他们都围着另一个人转。你是说莉莉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可是你忠实的粉丝啊！你直播里边出现的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觉得在你们这个小团体里边，盛夏小姐才是最抢眼的那个。真的吗？是啊，上次我用相机随便拍了几张照片，你都那么美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干一杯。你可以啊，你搞成这个样子。哎，问你话呢，跟谁喝酒啊？怎么喝成这样？不管我呢，反正你也不关心我。不是，你跟我说你跟谁喝成这个样子的啊？我粉丝，本姑娘粉丝的。是这样，你听我说啊，在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，别随便找个陌生人就喝酒，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听到没？啊？行，你赶紧回房间吐。我房间这边。老爹，辉哥跟我们到香格里拉了。今天看到他主动接触盛夏，我们不能等了。我还是申请去辉哥那边卧底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我作为上级，明令禁止你私自行动。现在李新月和黄雄已经够你忙的了，后续的事情我们再计划了。你的一切行动要听指挥，听到了没有？好，我明白。
，boss 来了。哎，感情这么好啊，两步路也接一下。咱们到香格里拉了，中午想吃什么呀？我请大家吃顿豪华的，尽管点啊。不是，咱这预算都已经到目的地了，还管什么预算？赶紧走吧。哎，行行行，吃饭的钱还是有的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到过那么多古镇，这个古城真的算是很有特点，跟大理那边都不一样。boss， 你转这是什么呀？看你转了好久了。这个叫转法轮，听说啊，转一转，运气就会好。是吗？那我也转转。来。哎，这边有一个银庄。哎，这个拿我看一下吧。好的。怎么了？怎么老往后面看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感觉周围好像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对劲啊？你自己不要紧张过度了。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。走走走，咱们去哪家吃啊？有饺子吗？肯定要吃藏菜呀。这个地方变了好多，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。听说以前着了一场火，后来重新装修了。丽丽，你来过香格里拉？这也是我策划来香格里拉的原因之一。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美丽的传说，而且给了很多艺术家灵感。哎，我记得方怡的客栈里挂着好多画，雪山的那种，她说是她自己画的，好漂亮。夏夏，啊，这里这么热闹，咱们开始直播吧，走起来。好嘞，调一下。来吧。来，好了，打个招呼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到达了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。这座古城呢，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。相传是在7世纪的时候，吐蕃王朝在大龟山设立了一个战堡，名为独克宗。这座古城呢，就是绕着这个大龟山而建，依山铺路，白土铺墙，所以啊，形成了一座白色的城市，然后也叫月光城。哎，对了，咱们的锦鲤 CP 来出个镜。干嘛呢？采访一下那个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终点香格里拉，然后你们俩心情如何？之前吵架很好吗？啊，是啊。啊，很好。看来已经是没有和好吧？应该。那个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去那个街道看一看。走。哎，楚哥哥，那边有那个唐卡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好，我来。葫芦。我给你拍一下这个广场。好。那天在医院，我也没来得及问你，你到底跑去哪儿了？怎么一回来就晕倒了呀？我也没想到自己身体那么差，高反还挺严重的。这儿是高原，你不要乱跑。你以为在这儿你还能当孙猴子呢？听话啊！你也是啊，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要休息，没时间陪你。你去哪儿小心一点。没事儿，不是还有楚总呢吗？喂，是我。我在直播里看到李新月了，没想到你的办事效率这么低，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今晚等我消息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
好了，就到这儿吧，你回去吧。好。那什么，你进去以后记得把门窗都锁好。知道了，我当然知道安全了，别这么婆婆妈妈的。你也多穿点衣服，小心别感冒了。行，你多喝点热水。好，我走了。帅哥，你找谁呀？有病吧你！盯着我干什么呀？就是他，死变态，他又来了。方姨，哎，小天啊，怎么了？大晚上的来找新月啊？啊，是我怕他饿了，就做点吃的给他。哦，您真是贴心，我也准备来找他。那但既然现在你先来的，所以你先上。那行，我先去了。没事，我等会儿。哎，那个送外卖的是不能进大厅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在这里打电话给他。你看我干嘛？找哪个房间？你这个人有病吧？服务员，这边有个送外卖的，不知道哪个房间。喂，车都不要了。方姨，嚯，你这可以啊！年纪大了，藏不住事儿了。看样子心情不好。我陪你坐会儿。我自己来。来。方姨，你别觉得自己年纪大，你在我们心里都是18。很会说话嘛。没有，真的。 18乘以3吧。想当年呐，你也别想当年了，就是现在，
我觉得依然是非常有魅力的。真的不是奉承您啊，我每次看到熊哥看你那个眼神呢，哇，那真的是跟看到女神一样，整个人都陷进去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他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。哎，对了，您跟熊哥认识多少年了？10几年吧。我跟他就是好朋友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是我的恩人。你不知道，一个单身女人在异乡做生意有多难，多亏了他。是，熊哥那个人我也能看得出来，应该挺吃得开的，黑白通吃那种。可不是嘛，他这个人就是仗义，方方面面都买他的面子。哎，我们聊他干什么？啊？对了，你和新月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是方言，不是您想的那样。你看，就他那臭脾气吧，我感觉我这辈子应该是无福消受了。我太了解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在外头打拼的滋味，无依无靠，她只能靠她自己。女孩子的骄纵任性，她都不能有。她能够毫无保留的对你表达情绪，那说明她信任你。对她好点，她值得的。哦，知道。算了，我喝多了，就当我没说。啊。哎呀，你呀。方队，刚收到的消息。马上联系当地警方。是。臭小子，陪老爹聊一会儿呗。听好了，根据线人的最新举报，有一笔交易会在明天晚上进行，老 M 很可能现身。抓捕行动呢，由当地警方执行。你的任务，盯紧了嫌疑人。
这是我老大。哦，你好，行。熊哥，这没问题吧？这可是我们最好的货了，替我谢谢你们老大。好。熊哥慢走啊！你不走？哎，我再玩会儿。嗯。喝，来一个喝。好，我喝，我喝。我也喝。你原来你真的出去了，我还以为他们骗我的呢。那女孩你认识？啊，认识。要不跟我一起玩玩？不过啊，你记账的啊。哎，我知道啊。干杯！喝酒呀！试试看，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好。那我能见到小天哥哥吗？抽完这支烟，就没有你见不到的人。好热啊，好刺眼啊！那我给你脱件衣服好不好啊？小天哥哥呢？我不就是你的小天哥哥吗？啊！来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小天哥哥。